来看早起7:54甲9:11哦，分别发生规模5.1甲5.3的地震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这是4月初3花莲大地震的地震尾。嘛强调讲，虽然会阁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，也毋过目前哦，地震尾的规模甲数量已经有较缓和咯。监视器翕到电视开始摇震动，1秒民众手机的地震警报大声响。经伫户外小客车也因为汹汹来地震摇袂停。花莲30早起7:54发生规模5.1的地震，早起9:11搁再地震。花莲县政府北北东方22.8公里，伫花莲县近海发生规模5.3的地震。中央气象署证实，这个地震是4月初3的地震尾。从主震发震过后，然后整个有感余震数量是有很明显的递减。然后在4月22号这边有一波的高峰，慢慢也逐渐的递减，到目前呢是还没有特别频繁或者是异常的现象。民众照顺序报道，志刚按个人的需求发放物资。新北市芦洲区灾害协作中心避难收容所进行开设演练，模拟新北区拄到强烈地震，区公所面临收容量能甲人力严重不足。新北市政府甲组织合作，启动灾害协作中心，协助灾难收容，上济有255人会当住落来。除了有防灾师，灾害协作中心规划各项区域，包括宠物安置区、宗教舞会，灾民因为地震感觉不安，然后提供心理辅导。能够充分休息吗？有。那是上界重要的住宿，除了基本的碰床，也佫有方便组合的福利床，让灾民会当安心住落来。把我们的那个收容安置的一个相关的始于自行娱乐啊，或关怀医疗，利用慈济本身的人员跟编组，把我们复制我们的收容的功能。我觉得未来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，民间的力量是可以用的。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表示，甲组织 NGO 团体、防灾企业合作，成立灾害协作中心，会当做公部门的靠山，未来会甲公私部门合作的成果推广到各县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